港管局嘅主席咧有幾句説話想講，時間交俾港管局主席。頭先嗰位麥生即時回應咗你嗰個字幕嗰個問題先。其實即係我哋每一條頻道都係，譬如好似喺新聞啊、天氣啊嗰啲，主要係時事或者資訊嘅頻道裏邊咧，我哋都係嗰類型嘅節目咧，我哋係需要佢有字幕嘅即係幫助嗰啲有聽障問題嘅人士可以睇到嗰個節目嘅。咁同埋喺中文台嘅時候咧，我哋每晚喺7點至到11點呢個播放嘅時間咧，都係需要附有呢個中文字幕嘅。咁我希望係回應咗你嗰個字幕嗰個問題先嚇。咁就多謝主席。跟住有興趣發言嘅請舉手啊！喺我右手邊第7行，深色衫嗰位男士係請發言。好，多謝主持。胡女士你好。咁首先就想問下你哋如果第日你哋再開呢個數碼頻道嘅話呢，會唔會影響到依家高清台嗰個播放時間呢？同時呢，你哋公司個名叫亞洲電視啦，係咪？咁又使乜將你高清台個名前面加到亞洲2個字呢？係咪有啲累贅咁啦？跟住就我想請你哋立即就停止轉播呢個中央4台，即係因為冇人睇嘅，大家估到啦，係咪？唔好浪費你哋嘅寶貴資源，同埋即係唔使再即係繼續背負住呢個中央10台惡名啊嘛，係咪？咁亦都再促請你哋唔好再辜負香港觀眾嗰個期望啦。如果你哋個市場定位唔再係以香港觀眾為依歸嘅話呢，不如索性交翻個牌出嚟啦，俾有心服務香港觀眾香港觀眾嘅營辦者繼續去營運啊嘛。最後呢，就請你哋照顧下國際台觀眾嗰個需要，咁喺晨早嘅時段同本港台一樣呢，就設置翻啲時間啊、日期啊、天氣等等嘅資訊呢，方便朝頭早即係睇國際台嘅觀眾。多謝。多謝你嘅意見。跟住落嚟請有興趣發言嘅同事朋友舉手啊！喺我左手邊第4行黑色衫嗰位男士，係深色衫嗰位男士，係請你發言。係多謝主席。就唔知大家知唔知啦？我又上網咧喺 Google search 過亞洲電視最有創意。咁咧其實頭幾個 result 就會見到個結果就係咧係娛樂無窮。咁亦都咧喺一啲網站嘅內容嗰度顯示咧，我原來娛樂無窮咧係亞洲電視曾經係最高收視嘅一個節目。咁我唔知係咪真啦。咁但係如果係真嘅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笑嘅笑話，更加係一個悲哀。即係點解一個電視台係佢最高收視嘅節目，竟然係一個娛樂無窮嘅節目呢？其實佢仲有冇其他節目嘅呢？可能近期大家會睇到香港亂噏啊，或者其他有啲即係大家都比較留意嘅節目啦。咁但係究竟單1、2個節目嘅收視相對較高，係咪可以維持一個24/7嘅電視台嘅節目嘅營運呢？即係我覺得就唔係咯。咁如果長期由續牌嘅03年開始計，而家踏入第6年，都係長期積弱不斷要換股東嘅時候，會唔會呢間電視台嗰個營運係的確有啲問題呢？而如果按照呢個原則去踏入第6年，大家都冇檢討係咪應該收翻佢個牌嘅時候，其實係咪即係話呢個電視台就算個收視點係0，佢都可以繼續攞到個牌繼續做？佢不斷蝕，只要有人俾錢佢蝕，其實可以繼續做嘅呢？即係我覺得呢個廣管局，我覺得係應該要檢討下。我覺得好奇怪，因為最奇怪係呢個牌照其實係一個公家嘅資產，呢個牌照係俾香港市民睇嘅電視嘅服務嘅機構去使用嘅。但係如果到冇香港人睇嘅時候，咁點解要繼續俾呢個牌照去呢？因為我記得咧，再講多少少題外話，就係話我睇呢個 Now 嘅新聞台咧，有一個節目李鵬飛先生主持，咁佢自己都話如果到呢個以事論事，到
亞洲電視做嘅時候咧，我都唔想做主持啊，都冇人睇嘅。佢真係咁樣講過嘅。多謝各位。多謝。請想發表意見嘅人士請繼續舉手下。OK。請我喺中間第6行粉紅色衫嗰位小朋友係。請發表意見。各位晚安，請靜靜吧，等我慢慢講。好開好緊張。多謝，我係陳子若，12歲半。我鍾意睇教育電視、英語兒童節目《Harry Potter》、American Idol、American Talent、American Supermodel， 係唔係事業課大發現？小學常識問答比賽，打電話問功課，不死傳奇，超級巨星，星光大道，大咕嚕，美麗廚房，但媽咪有時有阻住，會阻住我睇㗎。睇 Harry Potter， 佢話太夜啦，我煩先。我都睇到有少少攰，睇大咕嚕、美麗廚房，佢梗係轉台睇新聞。不過我都好鍾意睇新聞同天氣報告，但最想睇黃家駒，唔知點解等極都冇得睇。媽咪話等我上智慧瞓覺，陳志雲就會送套黃家駒在TVB 演出住紀錄 DVD 俾我。志雲哥哥，你會唔會真係送俾我？仲有請各持牌機構記住提供多啲媽咪唔會阻住我睇嘅健康中英文節目俾我睇。我多謝各位。好，多謝呢位小朋友嘅意見啊。好。陳志雲使唔使回應咗先啊？或者我哋等埋一陣間最後先回應一下。唔該。